出現舊日澳門街嘅粵語長片其實唔係好多，我噏得出嘅10套8套到啦。今日呢，就揾咗幾套有關嘅粵語長片同大家傾下講下。第一套1965年嘅《鐵金剛九長追兇》，由曹達華、于素秋合演。顧名思義啦，呢套粵語長片裏邊有好多60年代中嘅日院九長，呢啲片段好珍貴㗎。日院1931年11月啟用，5年之後停辦。1963年重新開業，2018年6月舉辦咗最後一場賽事之後呢，永久消失。我有幸喺1977年8月去過一次。呢套電影嘅尾段，我哋仲可以見到當年新興嘅水翼船啦，比大船快好多㗎。水翼船喺1964年3月開始服務港澳兩地。仲有啊，片尾可以見到澳門市警60年代嘅裝束。第二套嘅粵語片都係1965年拍攝嘅，叫做《標準丈夫》，由林鳳同埋張英才合演，最佳拍檔啦。我喺網上面揾到嘅片段呢，係加咗色嘅喎 ，colorize 咗嘅，都幾有趣嘅。呢一套電影有澳門全景嘅 long shot， 亦都有水翼船啦，同埋當年嘅澳門巴士。明星方面有俗稱銅馬像嘅阿媽拉銅像，1940年起放喺嗰度，直至到1992年拆咗，築立喺舊葡京賭場前面。片中仲有360多年歷史嘅觀音堂，同埋建於1622年嘅聖母小教堂。哇！呢兩棟嘅建築物都老過香港㗎。跟住呢套張英鳳凰女主演嘅《相見歡》，61年嘅作品。話就話係同澳門有關，但只係片頭有大三巴嘅實景，而呢套戲一開頭廠景嗰個窗外面嘅佈景就係大三巴嘅照片，表示主角張英同鳳凰女係住響澳門。哇，真係慳水慳力啊！1966年嘅《親上加親》由張英才、嘉玲合演，有澳門碼頭啦、的士啦、三輪車啦，同埋建於1553年嘅媽閣廟啊。話時話啦，呢一間澳門娛樂公司皇宮大酒家，唔知各位澳門朋友記唔記得呢？請留言分享。1959年嘅《金山大少》，張英同梅葉係有一大段戲啊，係響澳門嘅街頭取景嘅噃，一齊睇睇。我當然認唔到呢幾條街啦，我又唔係澳門人，加上呢套電影成60-70年前咁耐啊。但係我相信威廉夜冷嘅網友們，如果你係嚟自澳門，年紀同我咁上下，可能就會認得出呢幾條澳門街啦。爛鬼樓話記都唔識，仲咁唔好火氣，真係唔講我哋聽啊！喂，個爛鬼樓噃，爛鬼樓，我哋去揾佢。By the way， 片中所提及嘅爛鬼樓，查實係今日聖安多尼堂區西南邊嘅一條街，原本叫做蘭桂樓。整整下就變成咗爛鬼樓，都幾搞鬼喎。最後一套同大家睇嘅粵語長片咧，叫《金枝玉葉》，係1959年嘅作品，男主角都係張英，不過女主角咧就換咗係夏萍啦。咁呢套電影咧，值得同大家傾下講下嘅地方咧，都唔少㗎。大三巴呢一段大三巴嘅外景拍得好清好靚噃。嗰陣大三巴邊有今日咁多人㗎？銅馬像周圍好清靜，好闊落，行過去海邊仲可以見到帆船㗎。呢一間國際酒店今日仲健在㗎，響16浦碼頭附近。今日嗰度起咗16浦酒店啦。國際酒店 Hotel Grand 1937年建成，樓高12層，係當年最高嘅建築物。1996年結業。2023年8月18號重開。我最近去澳門玩，都特別去嗰度打卡㗎。呢間就係域多利大戲院，1910年落成，1930幾年係澳門第一間放映有聲電影嘅戲院。70年代中拆咗，變咗今日嘅大豐銀行啊。澳門政府響歷史保育方面做得唔錯㗎。我最近返香港過澳門玩，經過新馬路嗰啲騎樓底啊，好似走入去時光隧道，翻去香港60-70年代嘅旺角上海街一樣，好懷舊，好有趣啊！所以若果想發思古之幽情，過去澳門行下啦。
多謝收睇威廉夜冷，請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 同 like 我嘅影片，亦都歡迎大家響 comment 留言一齊懷舊分享。